来看台东市森林公园的白灵溪湖，最近有一对田鸡啊，伫遮生蛋是真罕见哦。因为台东野鸟协会伫湖内底起步岛，甲人甲鸟啊隔开，声音来遮作秀哦，才有法度会当来观察到因的活动。这只残酷的掠食物登去树边，细只鸟马上跳落来等着吃。鸟爸爸了后，夜早食物转来，佫出现两只细只鸟来抢食物。伫台东真少候鸟友看到残酷的家族互动的生态，这摆互人发现，鸟友拢真欢喜。那他以前是有在鹭鸶湖旁边活动，可是都没有人看过它的更深入的一些生态。台东县野鸟协会表示，残酷的是小型的绿壳鸟类，形状分别无解出现伫人济所在。不过，即摆互人发现地点是伫台东市森林公园白灵溪湖中的人造浮岛。这个浮岛是3年前县府委托鸟会用无爱的竹牌啊甲水生植物做的，甲人群出现的宽护步道保持距离，加做一个庇护场所，才会引起来作秀。我们做了这个辅导之后，让鸟类可以在比较不受干扰的状况之下，在浮岛上面做栖息。县府表示，3年前浮岛是由3只竹排做的，因为风台损毁剩1只，面积差不多1平。不过因为浮岛正做水鸟庇护区，亦搁甲保育团体研究是毋是会用搁起，提供搁较侪水鸟生态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